阿贤啊，秀英啊，哈，啊恁今仔日哪会遮罕行？还阁会记来看阿爸？毋是抑哥会记来看阿爸，阮今仔日是要来接阿爸的。对啊，大兄，你又袂记起来哦？阿爸来遮已经第10天啊呢。要哪会对啊？啊要接阿爸，毋着爱等明仔载啊？啥物咧明仔载？因若毋接着，你袂记啊？阿爸来遮的时阵嘛是暗时啊。吼，你这个人吼，啊连一暗你也咧甲我计较，知啊？毋是啦，我毋是咧甲你计较啦，对无？咱讲好10天就是10天啊，啊万一若减一暗哦，互人尻川后尾当仔讲的，迄毋是足冤枉的。你讲这是啥物意思啊？啥物意思？你家心肝来知知啦。老婆，你莫安尼好无啦？你点点啦？好啊，卖吵。阿忠啊，我即摆从阿贤来因兜来。阿爸，阿公，你放弃啦！为着一暗半暗尔，啊你兄弟啊，连当个吵吵闹闹，成啥物体统啊？我用人也无走，即间厝俺差者厝尾我毋知爬。